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5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1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说乌军本月29日出动了 F-16联队，精确摧毁了俄军第6集团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阵列雷达，随后更出动3架无人机，引爆了俄军西部战区8万吨的储油罐，燃烧的火球直径达400米。乌军近日积极的对抗俄军，运用 F-16战机联队、米格29战机还有无人机进行打击，旨在瘫痪俄军的前线后备军事后勤能力美国军事新闻网站叫战区网7月29日报道说，乌军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萨尔斯克市的火车站，此为乌军第3次打击俄关键铁路。报道指铁路是俄军的后备支柱，其大部分装备补给都由铁路运输，这是俄军的军事装备主要是依赖铁路7月31日进一步发布的画面指出，俄国维修工人积极修复受损铁路，凸显出铁路的关键战略地位。同时有人在 X 上发布画面，可见乌军响尾蛇武装直升机就是米24贴着河面低空飞行，以避开俄罗斯雷达的侦测，朝着前线前进。本月28日，乌军运用米格29战机搭载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俄军位于乔特基诺镇的粮仓。据悉，该区域有大量俄军步兵驻守，袭击导致重大伤亡。27日，乌空军更用米格29战机投放2枚铁锤精确制导炸弹。7月31日凌晨，乌克兰安全局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叫奔萨市的无线电工厂发动了精准的打击。该工厂隶属于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是俄军工综合体的关键组成部分。根据这个乌克兰安全局消息人士证实袭击中至少记录到11次爆炸，随后引发大规模火灾。初步评估显示，工厂的新生产综合体以及存放军用零部件的仓库受限。此次行动旨在系统性削弱俄罗斯的军工生产能力。俄罗斯的这个工厂战略价值在于其专精于俄军现代化作战装备的制造，包括自动化战斗指挥系统、移动式装甲指挥所，以及为防空部队、炮兵、战略导弹部队量身定制的通信设备。俄方承认袭击发生，但试图淡化影响。奔萨州的州长奥列格·梅利尼琴科称，火灾已被控制，但无结构性破坏。但是当地同时实施了移动网络管制，理由为配合反无人机防御。此次袭击凸显乌军正将远程无人机力量聚焦于俄纵深军工节点，通过打击高价值生产线与仓储设施，延缓俄军装备补给效率，从而在战略层面干扰其作战能力。同样还是31号早上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彭泽市军工企业成功发动袭击。据当地居民透露，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无线电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第30特种旅使用光纤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运输工具，击中了2辆装甲车、1辆汽车和藏在建筑物后面的电子战车辆黑眼。乌克兰的炮兵炮击扎布罗热州叫诺沃卡利夫卡以南及内部的俄军阵地。第108国土防御旅第98独立营的侦察小队在指挥火力打击俄军人员、无人机操作员和火炮系统。根据这个路透社7月31日报道，俄罗斯当天表示经过近16个月的战斗，俄军已占领乌克兰东部城镇卡索菲亚尔，为进一步推进开辟了道路。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其部队已经解放该城镇。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称，俄方声明是宣传，但俄罗斯军事单位发布并经路透社核实的一段视频显示，俄军士兵在该镇荒凉的废墟中升起了俄罗斯伞兵横幅和国旗。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表彰了解放
放卡索菲亚尔的荣获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的第98斯维里红旗近卫空降师的高度专业素养、勇气与无畏的精神。这个卡索菲亚尔啊，我记得当时啊，主要是巴赫穆特的一个重要的支点。俄乌双方在卡索菲亚尔打了2年多时间啊。最近这个俄军啊，确实不顾一切代价疯狂的这个进攻啊，确实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比如说这个拿下卡索菲亚尔，实际上这个让乌军啊在顿巴斯地区啊将更加困难。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家叫伯莱蒂奇告诉卫星通讯社，乌克兰这一最坚固的据点的失守，标志着在顿巴斯战斗迎来明显的转折点。这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说啊，乌克兰利用卡索菲亚尔拱卫巴赫穆特，并封锁了俄罗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最坚固的据点，叫西北部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道路。但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啊对此是否认的。乌克兰叫霍尔季察战役战略集群发言人维克多·特列古博夫予以严正否认。他说啊，卡索菲亚尔当前局势与过去数月并无二致，俄方再次散布谎言，无非是想借争议性的消息制造舆论效应。简单点说啊，就是留给普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俄罗斯人呢，不仅在这个东部战线上加大了进攻力度，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而且在这个轰炸乌克兰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啊。根据统计啊，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沙赫德和非洲菊诱饵无人机总数达到了6297架，比2024年7月，就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78%，增长了13倍啊。7月份发射的6297架无人机数量大致相当于2024年1月至10月的总数，就1个月发射了去年将近1年的这个无人机。面对如此，只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依靠单一武器系统才能解决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问题，那就是攻击俄罗斯叶拉布加无人机工厂等生产设施。这个没错啊，就直接轰炸它的源头。所以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谢尔斯基将军呼吁特朗普提供远程导弹，允许不受拜登时代限制的袭击俄罗斯军事目标。我们拥有斗志昂扬能够前进的士兵，但他们需要现代化可靠的防护手段。根据这个泰晤士报报道他说乌克兰呢只能击落30%到35%的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随着夜间袭击加剧，乌克兰的防空效率下降。此前乌方能够击落90%以上的目标，但现在仅能击落1/3。泰晤士报援引分析人士称原因在于弹药消耗殆尽和防空系统负荷过重。与此同时，美国正向乌克兰交付3.3万个打击套件，这些配备人工智能的套件可以将普通商业无人机改装为自主高精度武器。该合同价值5000万美元，由五角大楼资助，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交付。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英国广播公司7月30号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什梅加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何时能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宣布乌克兰将拥有自己的弹道导弹，乌克兰非常接近实现这一目标，就是乌克兰自己生产的远程武器马上就要光临俄罗斯的本土德国刚刚批准了2026年预算，总计5205亿欧元，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最令人瞩目的是国防支出跃升了200亿欧元至827亿欧元，其中85亿欧元为留给乌克兰。从此预算可以得知，德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正在推进中。5%的北约 GDP 目标作为这个国防经费也将同时达成。这个德国人真是一丝不苟的在执行如果真的到 GDP 的5%的话，那么德国就是世界上第2大，这个就是从经费来说军费第2大军费这个国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制定计划，允许欧洲为
为乌克兰购买武器。两名参议员委员会主席正在推动一项计划，每年从欧洲盟友处筹集高达80亿美元，用于资助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也就是欧洲出钱，美国出武器啊。乌克兰首次经新路线从阿塞拜疆进口天然气，全程无需俄罗斯参与。乌克兰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旗下的公司签署了首份阿塞拜疆天然气采购协议，测试供应通过跨巴尔干天然气运输走廊进行，路线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至乌克兰边境。乌克兰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雷茨基宣布了该协议的签署。据他介绍，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为乌克兰与阿塞拜疆在天然气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开辟了前景。2024年7月，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表示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合同到期后，阿塞拜疆准备通过乌克兰向欧盟国家供应天然气。以往阿塞拜疆向欧洲卖天然气都要由这个俄罗斯这个中间商从中赚差价，管道要通过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管道。俄罗斯经常以这个有管道维修或者其他的一些借口来拿捏这些不听话的中亚小兄弟。现在这些中亚国家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俄罗斯敲诈。这个凤凰网报道说，路透社7月31日报道，美国周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示，他希望在8月8日之前达成协议，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高级外交官凯利在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并达成持久和平，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示，此事必须在8月8日前完成。美国已准备好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和平。这个特朗普从给50天时间到改成给10到12天，现在直接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就是8月8号，这个是个好日子8月8嘛，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很着急现在还有1周时间，你看他猛攻，还能就是不计代价的这个人肉进攻看还能抢下多少地方。这个特朗普他对媒体说他说普京对他关于乌克兰的最后通牒毫无反应，是一种耻辱。他说我没有收到普京的任何反应，这是个耻辱。我跟你们说过，每周有5000人死去，现在已经是7000人了，人们头上落着炸弹，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然后今天也就昨天7月31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表言论，就是真相社交说印度和俄罗斯为死亡经济体。这个特朗普说我才不在乎印度跟俄罗斯做什么，他们爱怎么一起拖垮那些死气沉沉的经济体都无所谓。他说我们跟印度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他们的关税太高，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同样，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贸易，我们就维持现状吧。顺便告诉梅德韦杰夫，那个失败的俄罗斯前总统还以为自己是总统的人，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辞，他正在步入非常危险的领域。这个特朗普很有意思他也亲自下场加入了这个梅德韦杰夫的这个骂战。自从特朗普给这个普京最后通牒以后这个梅德韦杰夫每天早上这个早酒又加量，酒壮怂人胆喝完早酒之后就开始怼先怼的是美国的共和党那个议员叫格雷厄姆，两个人互怼，结果特朗普看了不过瘾亲自下场。他嘲笑这个梅德韦杰夫是个失败的俄罗斯前总统，但是还总是自以为自己还是总统，就是还活在那个幻觉之中他很暖心的劝这个梅姐夫要谨言慎行，你现在很危险。确实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一喝完酒之后就撒酒疯，就指桑骂槐表面上看他是骂泽连斯基骂乌克兰，他实际上就是骂这个普京动不动给普京下达任务下达 KPI。这个普京现在是一直在克制在忍，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安排这个梅德韦杰夫不是高坠就是溺水，要么就是酗酒，要么就是散步，要么就是莫名其妙中毒。连特朗普都提醒梅德韦杰夫要注意安全了，现在非常危险。那这个梅德韦杰夫他也不示弱对吧？人家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那也不是浪得虚名所以他马上就回怼，他说关于特朗普在他的个人网络真相中
对我发出了威胁，他禁止该网络在我国运营。如果这位俄罗斯前总统几句话，他也自称俄罗斯前总统几句话让这位令人敬畏的美国总统如此紧张，那就意味着俄罗斯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将继续我行我素。特朗普这个人不着调，但是梅德韦杰夫说特朗普紧张，这个恐怕也是毫无依据的。这个梅德韦杰夫说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停滞以及进入危险境地，好吧，让他回忆一下他最喜欢的关于行尸走肉的电影，以及一只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死手有多么危险。不好意思梅德韦杰夫是早酒喝多了，他写的这玩意恐怕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给我的感觉好像梅德韦杰夫对这个特朗普说俄罗斯是经济停滞，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这俄罗斯经济就是停滞，那意思就是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这玩意都是普京整的，我是前总统，跟我也没关系。并且这个梅德韦杰夫继续鼓励这个勉励普京要我行我素，就是继续打下去，打到最后出现政局出现微妙变化。那个时候梅德韦杰夫有可能出来主持大局，也有可能只有俄罗斯大乱，那梅德韦杰夫对吧，他才有机会这个泽连斯基也说了他说如果世界不打算改变俄罗斯的政权，这意味着即使战争结束，莫斯科仍然会抓住机会去破坏邻国的。我觉得泽连斯基说的很有道理不光是要改变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要让俄罗斯分裂，被肢解成很多个小俄罗斯。刚才说到印度现在印度立马就老实了。7月31号，据路透社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称，上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俄罗斯贸易伙伴征收100%的关税后，印度国有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你看立竿见影消息称，涉案公司包括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芒格洛尔炼油石化有限公司。据悉，印度国有炼油公司控制着印度60%以上的炼油产能。消息指出，印度是世界第3大石油进口国，也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此前，印度驻英国大使发表声明称，尽管西方国家呼吁印度放弃俄罗斯石油，但印度不会放弃进口俄罗斯石油。他表示，印度的决定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嘴硬但是身体很诚实。说到这个2级制裁，我们看一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怎么说另一个印度的他说美国将对另一个印度实施100%的关税2级制裁。大家看视频。What was your message to the Chinese about Russian oil? Did you tell them they're on notice, they need to start to pull back? Well, we described it's not just the president, what i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the U.S. Senate, and hard to imagine anything could get 80 or 90 bipartisan votes in the U.S. Senate, is a bill that will give the president discretion to apply secondary tariffs on sanctioned Russian oil from, I believe it's from 0 to 500%. I believe he's used 100%. And we've heard from several of our European counterparts, NATO allies, even Canada, well, Canada is in NATO, that they will be following on that. So we would expect most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that has been supporting Ukraine to follow on that. So I think anyone who buys sanctioned Russian oil should be ready for this. What was their response to that warning? The Chinese take their sovereignty very seriously. We don't want to impede on their sovereignty, so they'd like to pay 100% tariff. But 我觉得另外一个印度应对策略实际上跟印度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坚称不会放弃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是我们的权利。但是呢，对吧？说是这么说，但是不买就不买了，跟印度一样。也许是这个梅德韦杰夫跟美国人吵架互相打嘴炮，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美国的政客纷纷下场。今天这个美国的前众议院议长也来怼这个俄罗斯人他说普京必定失败，若美国认真介入，俄军将面临惊悚级死亡。这个口气是一个比一个大看梅姐夫怎么接招。可惜俄罗斯的另一位悍将，对吧？口炮家的二哥卡德罗夫现在老实了，要不然梅姐夫不知没个帮手靠一个人孤军奋战呢，舌战唇语。这个由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率领的俄方代表团抵达瑞士，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联盟大会。这个肯定遭到了乌克兰外交部这个抗议。
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马特维延科的应该在被告席，而不是参加国际会议。他强调，他不应被允许进入日内瓦。我们呼吁所有还有一点自尊的与会者避免与他握手，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乌克兰人的鲜血。不过啊，当这个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发表演讲的时候啊，这个乌克兰、捷克、立陶宛、德国以及欧洲议会议员代表团集体离场。这个捷克众议院的议长佩卡罗娃·阿达莫娃解释了他为何离开会场。他说：“我离开会场是因为我不愿参与这场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散布谎言的闹剧。”老挝主席在与普京会晤时宣布，老挝决定向俄罗斯赠送2头大象，以纪念两国建交65周年。这个老挝人啊，也是个高级黑啊！你说送什么不好，送2头大象？因为这个俄军啊，在前线啊缺乏这个机动力量，装甲车都打完了，运输车辆对吧，都被无人机炸掉了，所以这个俄罗斯人都靠什么摩托车冲锋，靠那个骡子，靠那个什么动物啊来往前线搞这个运输后勤。这个老挝人突发奇想，这个大象不比骡子好使吗？所以干脆送2头大象，这玩意儿一次背得多啊！哎，普京对吧？现在是蚂蚁都是肉啊，好不容易有个国家给他送东西，不能挑啊。所以这个普京对此表示感谢，他说他们在农场会很有用。我想啊，这个2头大象很快就会出现在乌克兰前线，这乌克兰人已经准备抗议了啊！这个大象本身就是军民两用的。这个7月29号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他居然自作多情啊，擅自宣布啊，大国跟俄罗斯是盟友。他这么说的啊，他说俄罗斯将大国朝鲜和伊朗视为其盟友，俄方与这些国家关于世界秩序的看法相同。佩斯科夫指出啊，这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的伙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在世界秩序基本观念上持相同立场。他是在回应有关俄罗斯在对抗西方过程中如何看待这些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做上述表达。这个怎么说呢？有点自作多情了啊！大国一直说啊，不针对第三方，不结盟，不对抗，他还反过来还要说咱们跟他是结盟。当然了，这个大国民间那还是有一些声音呼应的啊。要不然怎么叫黄俄呢？他们经常会问啊，说伊朗倒下了我们怎么办？胡塞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哈马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俄罗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也不知道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成天觉得别人要揍他，一看见流氓小地痞啊被人揍，哎，他想到的下一个就是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非要把自己跟流氓站一块，站一块不行还要绑一块，怪不得这个佩斯科夫说啊是同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